好来，继续要来讲，这个秋冬是高山的甜柿仔采收的季节。甜柿仔伫咧南投的仁爱乡是重要的经济作物，但是山区狗真多，常常来破坏农作物，就算放炮啊，高山仔嘛无咧惊。所以当地果农改饲20只的缅犬来赶狗，效果袂歹。凶哦！一款就像人接近果子园内面的狗，就一直吠。这个狗是柿仔园上强的守护者，每一只狗顺这条流浪线，一日看到山狗来，就会随去赶。每一只狗都绑一条流浪线。对，那个狗集中在，它这刚好是在中间，红红的，它一定会跑。即马果子园内面有20只狗伫顾，因为即马是高山柿仔采收期，若是无这个狗伫顾，就有将近4成的柿仔会有山顶的山狗食去。这边一颗都不剩，差不多1、2、3、4、5、6排。虽然其他农友用放啊炮啊，也是下调咧赶这个狗，要不过这个狗根本就唔惊。啊，即马改有这个狗24小时咧顾，所以是果然减到2成。好甜哦，好吃，很甜。即马切起来介绍，8粒大概800到1000块。南投仁爱乡种的面积有101公顷，产值有1亿。果农甘愿加开狗饲料的钱，嘛要保护珍贵的柿仔，免受这山狗的损长。